是不重刊的那个续编，第69册。急救篇到底是什么内容啊？然后罗列那个很多什么名物啊、名字啊、姓氏啊。来，你看看这个电子版啊，你看第一行，罗列诸物啊，名、姓、字啊，分别不拘不杂册，用日约少，成快意，勉励无知必有喜，请到其章。